中國國藥及科興研發專門對抗 Omicron 變異病毒嘅疫苗，獲准喺香港進行臨床試驗。另外，美國批准使用吹氣式病毒檢測儀器。龐希倫報導。中國國藥及科興今日分別發聲明表示，新研發針對 Omicron 變異病毒嘅滅活疫苗獲准喺香港進行臨床試驗，將作為加強劑，用於已接種2劑或者3劑疫苗嘅18歲以上成年人。中國2月時曾有研究顯示，第4劑國藥疫苗未能明顯提高體內抗體水平。研究者指，未來將新疫苗用作加強劑會更有效。另一方面，美國新增感染個案連續2個月穩定下降後再次反彈。上一波 Omicron 疫情最高峰時，每日新增感染個案達到數以十萬宗。截至星期四，美國7日平均新增上升至39,521宗，相比2個星期前嘅30,724宗有明顯上升。另外，美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 FDA 星期四批准咗吹氣式新冠病毒檢測儀器嘅緊急使用申請，該儀器準確率高達91%，高於快速檢測嘅約60%。